火烧目埋门，各种动物的五官生造，拢有伊无同款的所在，也拢有伊家己的特色。譬如讲，一个人的头壳顶，若是两支长长的角，喙角又搁发两支尖尖长长的喙齿，鼻仔长长搁若大枪，看起来就亲像一个魔神仔咧。行出去到外口面，一定会惊死一大堆人。五官生了端正好看，若是查甫人就甲伊号做缘投仔送，若是查某人就甲伊号做水姑娘仔。逐个人拢毋茫家己天生就是缘投仔送，也是水姑娘仔。现代人的观念比古早时代加真进步开明。一个人若是对家己的生造无介意，就会想尽办法，无论开费偌济金钱，嘛要去甲变较好看咧。所以咱看今仔日的整容病院，时常生理是排规律，整容医生是趁甲油洗洗。一个人若是无拄好，目埋门去互火烧着，规个目睭顶面拢边边无门。台语形容这款情形叫做目孔赤，也就是目睭红的意思。咱若看人目孔赤，就表示怨妒别人。咱的四周围有真侪人，看袂得别人比家己较好，就会怨妒批评别人。看人身材生了较水，就讲拢嘛是去整容来的。看人升官做经理、科长，就讲人铺毯乌西顶丝得来的。亲像这款人，就是火烧目埋门、目孔赤。箴言有一句宝贵的话，值得咱去体会：心内安静是肉体活命，怨妒是骨内的朽烂。箴言14章30节。咱若会晓时常安静反省家己，就会活了真快乐。若是只有会晓怨妒别人，就有可能活了真痛苦。火烧目埋门，各种动物的五官生造，拢有伊无同款的所在，也拢有伊家己的特色。譬如讲，一个人的头壳顶，若是两支长长的角，喙角又搁发两支尖尖长长的喙齿，鼻仔长长搁若大枪，看起来就亲像一个魔神仔咧。行出去到外口面，一定会惊死一大堆人。五官生了端正好看，若是查甫人就甲伊号做缘投仔送，若是查某人就甲伊号做水姑娘仔。逐个人拢毋茫家己天生就是缘投仔送，也是水姑娘仔。现代人的观念比古早时代加真进步开明。一个人若是对家己的生造无介意，就会想尽办法，无论开费偌济金钱，嘛要去甲变较好看咧。所以咱看今仔日的整容病院，时常生理是排规律，整容医生是趁甲油洗洗。一个人若是无拄好，目埋门去互火烧着，规个目睭顶面拢边边无门。台语形容这款情形叫做目孔赤，也就是目睭红的意思。咱若看人目孔赤，就表示怨妒别人。咱的四周围有真侪人，看袂得别人比家己较好，就会怨妒批评别人。看人身材生了较水，就讲拢嘛是去整容来的。看人升官做经理、科长，
就讲人抱躺乌西顶死得来的。亲像这款人，就是火烧目白门，目孔赤。箴言有一句宝贵的话，值得咱去体会：心内安静是肉体活命，怨妒是骨内的朽烂。箴言14章30節。咱若会晓时常安静反省家己，就会活了真快乐。若是只有会晓怨妒别人，就有可能活了真痛苦。